来这件是台北一个查囡仔，深夜伫台北车头的附近咧等公车，拄到一个怪查甫，伊直要挖伊的身。查囡仔为着要保护家己，手机举起来开始来录影，结果对方起掠讲抢走这个手机摔伫涂骹，白咧弄。有热心的民众看到，帮忙来捉人，捉2公里远，也是去要走去，也毋过上尾也是去要警察甲抓起来。 你没拿就停住啊！半暝几位查甫人提起路约一位穿乌衫的查甫人，搁直直悠悠辣辣大声咧喊，是安怎表出冲突来看发生啥物代志？穿乌衫的查甫人驶过条走甲真紧，搁有热心的民众对伫后壁，搁无细致跋倒，一路约2公里，因为有一位小姐咧等公车的时互伊骚扰。尽管事发时已经接近深夜，但事发地点就在人来人往的台北市中心，因此有不少见义勇为的民众跳出来帮忙。代志发生伫顶9月4号伫要11点，这位30多岁姓欧的小姐伫台北车站中后西路站等公车时，和一位45岁姓柯的先生一直偷看。小姐感觉对方的眼神真无友善，搁直直咧甲看，所以摕手机搜证。不过对方煞真生气，甲伊的手机抢去，摔伫涂骹。 姓柯的先生无承认犯案，过去都有性骚扰的前科，即摆阁有4家走，犯了后先走去家人挑工制作糖点，上尾警方伫土巷掠人，嘛提醒女性的朋友，若是拄到这种状况，一定要大声话，赶紧报警，千万唔通硬动，避免受到攻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